世界万能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本土确诊冲9万了后，咱看到确诊人数连4天下降，咱会来想讲9万外敢是咱的高峰？那照指挥中心较早咧暗算来讲，时间点有对同出现伫5月20号左右。若讲数字，本地是讲上悬会破10万。专家嘛有讲，咱台湾这个模式，较会互确诊曲线成做一个山轮的形。4天拢降低，恐惊无准算，拍算爱经过一个称悬，搁降低，称悬，搁降低的时期。准做安尼，逐天7、8万，约略是2个月会到300万，2个月敢会伤长？咱的医疗量能敢挡会调？顶个月疫情开始大滚价到呾，咱看到无症状轻症的比率是照世界各国的经验在行，重症甲死亡率无较悬，甚至是搁较低。总是咱安怎做会当甲咱的超额死亡压到上低？安怎做会当较招稳来保护老大人甲幼囡仔？这个重点，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林应仁理事长。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新光病院洪主任副院长。无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确诊是6万外，这是连4天来下降，总是今仔日增加2个儿童死亡病例吼。咱讲到儿童的病例，今年已经累积14例的儿童重症哦。4个死亡内底3个是发脑炎。咱看到美国 FDA 即马在审查资料吼，要互确减5岁的囡仔人来做 Moderna 的预防针，这咱小等下来讨论。过来，今仔日指挥中心有一个新的措施，就是有新孕的妇女甲生产了后6礼拜以内的负责人，经过医师的评估，会当使用 Paxlovid 这个抗病毒的药啊，这咱小等下嘛要来讨论。即马快筛阳性就确诊吼，本地是用伫较大65岁以上的老大人吼，扩大到原住民甲外岛的地区。不过咱看到金门表示讲遐的 PCR 量能有够吼，无要对，总是咱小等下来讨论这不只是量能的这个关系哦。蔡英文总统指示伫松山机场开一个体检站吼，台北市长郭文地讲唔通乌白来指挥，总是咱看到指挥中心讲吼，开这个体检站是要帮助台北市讨帮因面对的 PCR 量能的问题，这咱小等下嘛来讨论。大先，咱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疫情记者会。我们今天的这个本土病例是66247例哈。另外，死亡个案是40例，37位有慢性病史，那15位是没有接种过1剂的疫苗。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有2位是未满10岁的小朋友。第一位是一位1岁的男童哦，那本身没有慢性的病史。那小朋友是在家里面睡午觉期间呢，被家人发现说叫不醒昏迷，目前判定的死因还是新冠肺炎这样子。那第二位的话呢，是一位3岁的男童那本身也没有慢性的病史，不过因为在这个整个住院的期间这个仍然是有并发这个严重的脑炎、缺氧、心律不整以及休克的一些情形，所以不幸在这个大概住院的第4天，也就是整个病程的第5天的时候呢，因为病况恶化而在医院过世这2天我们当然马上会宣布，就筛检站会变成是一个诊断加上可以领取药物的地方，就是阳性的病人以前到那边做 PCR， 是快筛阳性的人到那边去确诊，那然后就可以领相关的药物，或做相关的医嘱或一些通报的动作。好，咱大先来请教洪副院长吼，咱看到今仔日确诊是6万外，这是连4天来下降吼。进前专家有讲，咱台湾的模式可能会互确诊人数的曲线成做一个山轮的形吼。若是真正是安尼，按算讲300多万人会确诊安尼就要经过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副院长，你安怎看？这个发展敢会是安尼？是。我想咱看一下吼，到目前为止吼，咱129万的本土的这Omicron的个案吼，死亡是583位啦吼，算起来比例就是
4.5%左右啦，吼4.5%左右，即马即个数字啦吼。但是吼，咱嘛是爱看吼，一个数字吼，你看吼，咱到目前为止，我去推估就是讲，咱即马复原的、复原的，就是讲有染着病，啊，即马因康复啊，吼，嘛有678000个人啦，吼。所以我想讲，大家吼，在即个面对即个奥密克戎，咱慢慢对伊愈来愈了解了后，吼，就是讲咱嘛是爱提高警觉，啊，但是嘛莫过度惊吓啦，吼。啥要安来讲呢？就是讲，伊实际上来讲，咱虽然即马咱的即个死亡是4.5%，但是咱若是大家有印象的时阵，去年的即个时阵，咱网架去年的迄个阿法的迄个迄个变异株的迄摆群聚的迄个个案内面15000几个嘛啊死亡700几个人，迄摆死亡率是440%的，440啊，即摆是4.5%，所以你会使看甲去年诶致死率比起来嘛是差要100倍啦所以我意思是讲要甲大家表达就是讲，即边的即个奥密克戎看起来。即马逐工都差不多有40位左右的人就是讲不幸过世嘛啊，因为这是主要就是讲，咱进前嘛咱讲过啊，虽然这个病毒伊的致病性较低，但是因为伊的确诊人数真高，母数很高嘛，所以即使是0.3%、0.2%的这个重症的人，但是伊的死亡的机会嘛是会出现嘛，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讲我意思是讲，要大家报告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讲。到目前为止，咱大概就是4.5%，但这个数字一定会再往上死亡的这个人数一定够往上啊！咱等下后一题来讲，要安来尽量来减少避免重症甲避免死亡的人数的增加，这就是咱即马病院上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咧做这项代志嘛另外要甲大家讲的第二个这个重点就是讲，咱即马这个确诊的人数今日是你头有讲的第4天下降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讲，咱在4月2日即天咱突破1万人了后我都观察到咱台北甲新北市这北指头这个所在咱民众家己为着要避免这个风险，避免互感染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较无要出门啊，所以咱这2礼拜我就看到讲。公园去的人嘛变少啊，餐厅去内面内用的人嘛变少啊，大众捷运系统嘛拢降载，超拢降载30%至40%左右，所以因为咱家己避免这个降载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 RT 值都向下，RT 值的向下就反映在这礼拜以来，咱的人数都是无像预期般的突破10万、15万甚至20万，原因是在这个所在啦但是问题是讲，伊即摆 RT 值伊无降到1以下，所以基本上这个人数有可能就是讲还会再向上，过2天嘛是会向上，即摆是从6万至8万，可能过2天有可能会突破10万，通头一点嘛，这嘛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基本上要大幅度的增加，我看是机会应该是较少，因为咱就是民众家己自发性的 NPI 把这个 RT 值降下来，这是真好的一个代志，尤其是讲。因为这个 RT 值的下降，确诊人数无大幅增加的时阵，咱都袂像讲这个香港这张图同款。你看咱即摆咱就是跟纽西兰较同款这个图。你看纽西兰伊3月份到这个高峰点了，伊踮要才停留超20天，伊嘛是咧15000人到2万人踮要才上下震荡才人数才慢慢下来。咱台湾即摆有类似这个情况，咱即摆要避免的就避免香港啦。你看香港伊2月份伊这就敢若巴黎铁塔一条线冲起来有无？确诊人数大幅增加，但是伊的医疗量能线可能是咧这条线尔嘛。对，我即摆画这条线，所以伊这超价部分，这就是造成这医疗被挤兑，医疗崩溃，咱讲的就是这个所在，这也造成这个伤亡会比较惨重，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咱台湾起码咱控制了，到目前我感觉是，虽然讲有一点大家咧批评讲。快筛剂不足啦，这医疗量能的准备还有国家会使做更较好的所在，但是起码到目前为止，咱在病院的医疗量能的部分，我感觉各大医院即马拢有汲取去年迄个教训，所以阮嘛是拢爱加开专责病房就加开，所以即马已经开到30%嘛。最近呢，总共台北市来讲，阮这个大病院开的专责病房是2500几床，即马差不多用。
差不多有800层左右的空床，差不多33%的这个空床会使收还者吼。所以讲，我想到目前为止，应该在这个医疗量能是到目前有收得掉吼，无造成大规模的挤兑。但是吼，若是讲咱这个人数嘛是爱控制，袂使互伊大幅的增加，因为你大幅的增加就会增加阮医疗的量能的这个一个挑战嘛吼。所以我想，应该是讲到目前为止来讲，咱的重点的防疫的重点，就是爱回过头来，咱安怎去防守、避免60岁甚至70岁、80岁以上的这寡长辈。重症甲死亡，会使甲降到上低，应该对咱即马上重要的任务啦。是，好，过来咱来请教林秘书吼。那照傅宇路所讲的吼，就是咱的量能安尼是会堪的，就是敢袂使讲，咱若是每一工都是6、7万人、7、8万人安尼个伫确诊吼。当这时的意思嘛是咧讲，逐工可能就有几万人好起来。安尼的话，咱的量能就是会当爱病安差不多2个月。安尼敢会就是伤严重？严重无严重哦，应该是爱看重症的人有偌济人啦。是。你若敢若看，咱即摆重症的，可能一工呢，即摆发生的有当时上百个、几百个。啊，这重症就是要住院嘛。啊，你若轻症无症头的，拢伫厝里较济啦。啊，佮讲。咱即马医疗量呢，确实是按啦吼，但是也无甲讲规个拢要冰盘迄个时阵啦。是。啊，所以病院虽然是有那真无用吼，但是也会使啦。我讲会使吼，讲实对医护人员来讲，因嘛是真艰苦咧过日子啊啦。哦。因嘛是真难，所以是安怎当初大家咧呼吁讲吼，是毋是迄个 PCR？卖做啊，吼，用快筛就当作确诊，就是甲这有牵连伫的。因为病院大家拢无用，甲要做 PCR 啊，哪有时间来去顾病人啦？所以毋则安尼，你想看觅，是安怎？迄个蔡英文总统迄阵为着即个 PCR 量能无够，去协调迄个台北、新北、基隆、桃园这重灾区的迄个工会。讲叫因来，迄个基层的医师爱出来倒做 PCR， 就是安尼来嘛。是。啊，所以即个量能来讲，目前是勉强啦。但是我是若讲安尼继续维持是无要紧。你若讲佫一工比做10几万人、20万人，啊，若讲一工要住院的人佫几啊百个吼，有当时真正是有那较恐怖一点嘛啦吼。累积起来对啦，积起来，因为你一个人住院，起码嘛要住1礼拜啊。啊，若你重症无一定哦，重症有当住2、3礼拜，有有当较出院哦。是。哦，啊，中度可能有当时发生死亡啊。啊，所以我是想安尼啦。目前来讲，咱即摆是伫迄个7万、8万啊，顶个起落落，啊，起落落来讲咧，其实无啥物差。有当时甲是安怎这数目袂佫增加去，甲咱有咧体检有关系。你若讲咱的 PCR 量能就甲迄个程度尔，啊，无爱着佫增加，啊，就无爱着佫确诊，较济人嘛是安尼尔。我会当做 PCR 就一工，假如我一工会当做10万人，啊，就上计就10万人确诊尔，啊，要佫增加就有限啊嘛。是。哦，除非你讲你佫设足侪你体检站 ，PCR 的体检站，讲我逐个人拢会当，我计一工会当体检30万人，啊，有可能就佫增加起。哦。但是我想是有限啊，你若佫看即几工的数目来讲吼，伊若讲无佫一直对顶悬伊佫撑起哩吼，大概就是维持在10万左右安尼。伫遐比10万较少，上计佫较悬，比10万较济点点，是安尼尔啦。啊，就是要维持偌久的问题。哦。啊，即若讲，互你钓着，讲实嘛毋是，有当时嘛毋是啥歹代志啦。你若讲是轻症，还是讲无症头的人，你钓着对你是好代志啦，吼。是。因为你较早咱即摆做的医用车，拢较早是针对武汉肺炎的病毒做的医用车，所以是安怎？咱做遐济医用车，你感觉足济？你看哦，足济做医用车人嘛是咧确诊啊。对。是安怎要确诊？因为咱做的医用车毋是针对即摆Omicron嘛，是针对武汉肺炎嘛。所以咱是安怎要做？讲是安怎呼吁大家做3针？因为你若讲针对Omicron，有可能你做2针就有够啊。哦。啊，你若针对，因为咱即个疫苗是针对武汉肺炎的。
你就无爱着讲注2针就够，得注3针，因为你的抗体会较悬。啊，虽然咱无对症，无对这个 Omicron 的这个医用下，毋是针对 Omicron， 但是因为咱的抗体较悬，加减啊对 Omicron 嘛有效果，所以是安怎你会确诊，但是袂重症，就是安尼来啊。是。所以即几工吼，咱即摆陈时中迄个部长有即摆咧讲即个，若讲你若注3剂，啊你若讲是迄个隔离的人，你会使毋免住厝，你若讲快筛阴性，你当出来，无要紧，就是安尼来啊。哦。因为你抗体悬啊，你抗体悬，你病毒伫你的身躯袂讲太久啊，啊嘛无遐容易带你的身躯带足久啊。所以你若快筛阴性，你就当出门，会使去做代志，无好大家拢隔离起来，大家拢免做代志，安尼嘛是足麻烦的代志啊。是。所以咱嘛是爱呼吁讲，遮个无注射爱赶紧做吼，加减啊做，1针有1针的效果，2针有2针的效果，3针上好。好，感谢林医师。观众朋友，咱即摆来邀请线顶感染科医师吴怡辉医师。大家好，我是吴怡辉医师，即摆是未来诊所的院长。好，咱来请教吴医师吼，咱看到今仔日指挥中心有一个新的措施吼，随望即摆Paxlovid 这个抗病毒的药啊吼。要无这个用伫有新因的妇女面顶的这个临床的资料吼，总是即马规定讲，有新因的妇女甲生产6礼拜以内的妇女吼，经过医师的评估，这是评估效益甲风险吼，会当来使用 Paxlovid 这个抗病毒药啊。咱来请教吴医师吼，若是有新因的妇女用这个 Paxlovid 爱要意什么款的代志咧？其实这个故事是根据2礼拜之前有一个吴新玲26周的一个妇女吼，诊断了后转就紧的得死亡吼，母子2个拢得当天确诊的当天的死亡啊。所以迄阵妇产科协会的紧急安尼开会来讲讨论这有风险的。有新的妇女敢会当先食药啊？目前即摆会当食药，就是莫拉皮拉韦，敢若在念迄咒语吼。即摆即个药啊嘛是有足侪副作用的，所以毋知影即个若讲有新的妇女有在食其他药啊时阵，就爱含即个产科医生好好讨论讲，这食药敢有有效的，还是讲有害的呢？所以若真正有个风险的时阵，就爱提早摕这个药来食。是。今仔指挥中心嘛有讲吼，因为有新孕的妇女，用药可能无啥物问题，过来是生产了后6礼拜以内的妇女吼，若是要亲身试验吼，嘛着爱甲医师来讨论，就是讲这个试验爱经过医师的评估，讲伊的效益甲风险吼。这主要敢是咧考虑讲这个抗病毒的药啊，伊的副作用甲对身体影响，会影响到咱的幼囡仔咧。因为这个药啊是算的新的药啊，所以目前无伫幼婴仔临床试验的结果，所以真正有足侪未知数含风险伫内面的，所以咱袂当保证讲你食这个药啊，你的这个有新的妇女，还是讲这个幼婴仔有啥物反应，所以咱即马拢在累积经验。毋过若讲是为伫咱的生命危险，咱若是讲评估讲这个。有新的妇女会当食这个药啊，咱嘛是鼓励讲提早用药啊，安尼较会保险母子2个人的均安吼，互2个人拢会健健康康安尼。是，好，多谢吴医师，咱过来请教林应元医师吼，咱来讲到今仔日大家咧讨论的问题吼，就是讲咱的囡仔人内底吼，4个死亡病例内底有3个是患脑炎吼。根据这个数字来看，有比国外较悬吼。这个状况的因端是啥物？国外其实嘛有感染了发生脑炎的案例啦吼。是。但是国外因为因的统计较济吼，因人足济吼，所以因发生脑炎的嘛是有哦，嘛毋是无哦，只是。咱台湾是毋是数目是比因较悬？我相信咱台湾得爱先来家己统计咱家己的数目是确诊是安怎？因为咱即摆讲起来，咱即摆到底囡仔有感染的偌济人，比率偌济，咱的数目是也无讲介清楚啦。哦。是安怎讲咧？咱足济吼，咱的体检内面吼，足济吼，有诶拢无真正报伫政府的迄个名单内面。就是讲有足济乌数，因为咱台湾足济迄个感染的人吼。事实上，因为要做 PCR 麻烦，足侪人无要去报，
是，拢伫家己管理处理尔。啊，但是咱已经有差不多我会记差不多5个脑炎的案例啊。哦，对咱即个囡仔来讲，咱囡仔目前感染了，我想无几万个，嘛可能嘛10万个，可能嘛有，因为咱即摆感染了，可能囡仔会比大人较比率较悬哦。是，因为囡仔无注意用食，啊大人拢有注意用食，所以即摆感染的人囡仔会去较济。啊，伫美国嘛是安尼，美国迄阵迄个奥密克戎来迄阵嘛是安，足侪囡仔拢感染。哦。啊，大人真得少。是。因为大人足侪拢感染过啊。是。吼，囡仔咧，个大人足侪拢注意用食，囡仔拢无注意用食，迄阵较大家吼可能较无保护了较，即摆大家就放松去了，所以囡仔较真足侪啊。是是。啊，若讲假使讲来，咱即摆敢若几万个案例内面，都有5个，确实是比率较悬一点点。哦。好。啊，但是这吼到底是安怎要安怎预防，还是讲安怎有当时足歹讲的？因为这囡仔吼，你发生是安怎会发生咱嘛歹讲啦。对。咱会讲讲伊的抵抗力较弱，伊可能无法度甲即个病毒限制伫伊的呼吸道内面。是。啊，所以有当即个病毒会死过炭，啊，但是若走到脑就变做脑炎。哦。啊嘛有可能就是讲囡仔卫生观念较无，有当时伊感染迄阵足侪病毒拢同时走入伊的身躯内面。哦，都是顶礼拜捌讲过病毒量上大的时。对啦，啊，这甲体质有关的。比如讲到这个大腹有新的妇女是安怎爱食药啊？这个一个问题对。有个即摆来讲有新的老母吼，是安怎伊会较弱较会动静，就是因为伊要大腹肚就有伊即个囡仔一半是妈妈的基因来，一半是老爸来。哦。啊，因为伊要互即个囡仔会当带伊的腹肚内，带伊的子宫内面会当大汉，所以老母呢，普通会甲伊的迄个抵抗力来减较弱的，莫去家己咧。有当时你来抵抗力伤重，你会甲即个，因为即个物件毋是你的啊，一半毋是你的，你来甲拍掉，你会流散。哦，所以是安怎迄个有新的老母吼，抵抗力会较弱，甲这有关的。啊，另外迄食冷的代志，你爱看这药会走去冷出来无？若讲走去冷会当走出来，可能囡仔就较毋好食。哦，啊，但是机会讲实咱足少啦吼，咱足侪药拢有即个问题伫个。到底老母食入去的药啊，会对冷走出来无？吼，若讲对冷无走出来，理论上囡仔佫继续食冷啊，无问题啦。是。啊，若讲会对冷走出来，有当时囡仔要食冷咯，不如暂时莫食，咱去迄个食牛冷就好啊，莫讲去食迄个母冷嘛。是。安尼就较安尼就会解决啦。是。好，观众朋友，林医师讲到一个问题吼，因为即马轻症无症状的人真侪吼，遮的人可能会互咱的这个统计的数字吼无遐准确吼，啊，致使着这个乌数，互咱无法度讲统计讲囡仔因是毋是真正动症，还是讲脑炎的比率较悬哦。啊，即马随望咱的轻症甲无症状的人是真侪，总是咱发觉到就是确诊了后真紧就死亡的案例，咱即马做回来要医这个代志。本土疫情一直无降落，不过无亲像中央所预估的5月中达到一天10万例确诊。医生讲，主要是民众主动自发减少活动，和疫情无呈现快速向上冲的情形，所以确诊的高峰期可能会变作高原期。估计续落来，也会继续2礼拜，确诊数才有可能慢慢降落。而目前北部的疫情也是真悬，中南部也有上升的情形，要守掉医疗量能。预计应该就是已经在高峰期附近盘整，或许接下来几天，有时候可能会有几天，譬如说突穿超过10万人以上，或许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整个趋势看起来，应该在过1周以后，在这个高档区盘旋超过2周左右的时间，应该就会慢慢下来。根据疾管署的资料统计，年初到即马，Omicron轻症率是99.78%。不过医生提醒讲，以美国的经验来看，Omicron最后的实际死亡率会高过有机的3倍。其中威胁上大的就是60岁以上的士大人，所以年纪大的人，伫咧确诊了后，予伊药的黄金时间一定要把握。Omicron 所带来的超额死亡是远比其他变异株都还来得高。它虽然重症率下降，但是因为它感染数实在是太强，所以加成起来还是会带来总体比较高的一个死亡。医生提醒讲，照美国的经验显示，就算伫咧黄色注射率正悬、加群体免疫增强的过程中，高度传染也可能会造成快速的大量死亡。这代表新冠肺炎离流感化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就伫咧疫情的高峰期间，大家也是爱预防车，渡过速落来镇定过渡期。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一个统计的数字吼，这是为顶个月初1到即摆的死亡的案例，拢总583个人吼。这个图内底，咱来看这个空色甲黄色的部分哦。空色是确诊超过5天以后死亡是35%，黄色的是确诊5天以内死亡的是23%吼，这加起来差不多是超过50%啦。也就是讲，咱若较紧用抗病毒的药啊，敢会互这个死亡的案例较少的，那请教叶医师吼，这个图咱应该安怎看？若是用这个快筛阳性就确诊赶紧用药啊，敢会互这个数字较低？对，这数字爱去做较详细的调查，才会使知影详细的原因是啥物。但是阮来看这快筛还是 PCR， 其实是无共的。所以，阮看到这张图，这是有镜头的天数，所以这是第一天有镜头伫遮。有镜头的进前的第一天是伫遮，这是验出来的比例是偌济，所以 PCR 是上准的，会使上早甲遮的人给筛出来，甲验出来。对，快筛其实是较慢受过，才会使甲遮的人甲验出来。所以快筛其实是准的，但是准伫万一是快筛阳性。安尼都是阳性，这是无问题。但是快筛阴性，无一定真正是阴性，有可能是伤早。来快筛爱验出来，爱需要较后壁的时间，才会使病毒较济时对，才会使较准收过来。但是 PCR 其实会使较上早甲遮的病人甲伊抓出来，所以其实是遮的阮会讲伪阴性啦，伪阴性 PCR 的伪阴性是较低，但是快筛的伪阴性是较悬。那叶医师，你敢会建议讲，若是高风险的族群吼，有差不多有症状，就赶紧去做 PCR， 唔免过快筛去试验嘛？敢会？所以阮爱分啥物人需要遮的资源，有镜头的人，佫会使用药啊的遮的时代人，其实应该互伊一个快速的通道，互伊较紧来去做 PCR， 较紧来确诊，较紧来去做，唔知是食药啊，还是快观察，安尼拢好。但是，亲像阮40岁以下的，嘛无保险，嘛无需要去食药啊。但是，阮用快筛都会使啊。但是，那 PCR 的这量能啊，其实应该优先互遮会需要的时代人，较会使安尼的投资，确实是较袂歹啦。是。多谢叶医师，咱来请教线顶吴医师吼。拄则叶医师讲，应该爱甲 PCR 的量能吼留互高风险，也是讲老大人。吴医师，你伫第一线吼，即摆咱的 PCR 的量能，根据你的观察，敢有够野？其实这是有地区的差别的吼。我相信即摆是北部是较吃紧吼，毋过咱南部的都是绰绰有余的部分的。所以即摆就是咱上重要，就是医界即摆在分咱的医疗量能的问题。那即摆第一点就是咱基层的医生拢会来合作，讲你去分讲啥物是高危险族群，啥物是会当伫厝内治疗都会好的。所以即摆咱就是即摆的死亡率，敢若像迄 M 字型的分布嘛吼，所以较老的老大人，咱会提高警觉性。有当时就是会建议讲，这可能伫厝内就爱放血氧机，也是讲一寡生命真相监视的一个系统吼。咱有当时会当直接通报，咱医生哦伫诊所端就直接通报卫生局请卫生局去派救护车去送去病院。另外囡仔的部分，阮即摆嘛是在建立一个绿色通道。就是囡仔开始发烧有症头的时阵，厝内真正有其他的人嘛得过的时阵，迄阵就会当直接去送去病院。其他的较中这30-40岁较少年拢有注过疫苗的，会当伫厝内治疗含观察的，咱就伫视讯的方式含医生安尼看病，好安尼度过即个较艰苦的时间。所以咱即摆咱南部的做法就是真正在分散这量能问题，真正较严重的病人，年岁较细年岁较老的拢送去病院，中即个中年龄层的吼若拢注过疫苗的，咱就好就是伫厝内休养安尼。是，多谢吴医师吼。咱即马来看这张图，这咱顶礼拜捌看过吼，都是疫情的死亡的数字。这个空色的是70岁以上的老大人的死亡人数，柑仔色的是较
招70岁哦。咱顶礼拜看到的是上悬的即天不过了后开始买手度开始降吼，咱来请教副院长吼。咱看到即个数字在降吼，敢是因为讲咱即马用即个抗病毒的药啊有较济，还是讲咱为顶礼拜了后开始吼，因为咱即马快筛剂啊，还是讲药啊吼，无遐安康的这状况吼，若是量能会当分配较好，就会产生即款的状况，就是高险的族群的死亡人数会降低。是，我想吼，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即马咱到目前为止吼，就是讲这100几万这个确诊的人内面吼，这Omicron吼，死亡是583位，吼，咱头有讲啦吼。这是你是用70岁来分类啦吼。我若是讲用60岁去分类，60岁吼，大概吼有86%拢是60岁以上啦。就是讲583位死亡的吼。60岁以上就500个啊啦，60岁以上就500个，就占超86%啦，吼，占86%。这个数字来讲吼，其实在全世界吼，大概拢是即马拢是这个趋势啦，吼。像香港吼，因进前吼，60岁以上的死亡占94%，93%在高峰期占93%、94%。这内面有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讲，死亡的这个风险吼是80岁以上是搁跳另外一个门槛的，就是讲。80岁以上，会跳高到另外一个级等去，伊的致死率也特别较悬啦。80岁以上啦，吼。所以讲简单讲就是讲，60岁以上的风险就是特别较悬。你看，86%的人拢是60岁以上死亡，但是这个60岁以上确诊的人数，大概是占咱确诊的人数的超14%尔啦。就是讲，伊确诊的人数，你若讲100几万，伊就是超100几万的14%，吼，超16万人。是60岁以上感染的，对不对？但是伊的人数是感染是占16%，但是死亡占86%。吼，所以这就使看出来讲，即边这个Omicron的这个病毒在咱的社区内面吼，基本上伊的风险就是第一年纪大，我头讲年纪愈大风险愈悬。是，尤其是80岁以上的，搁跳一个坎站会搁较悬。吼，这个年纪的因素。第二就是讲伊有共病无，有得过癌症某啥，这当然是一个。风险的因素，第三个因素是啥？你知道？就是头拄仔林医师讲的，林医长讲的，有甲即个预防车做好完整无？因为阮即摆咧观察这死亡的人数内面吼，基本上无完全注射3档的，就是敢若注无注，还是注1档、注2档，这不完全接种的吼，大概是占70%啦。不完全接种占70%啦，吼，所以这三个就是上大的危险的因素。年纪，吼，我头讲的，有没有共病？第三就是有注预防针注3剂无？吼，这三个因素就是上重要的，吼。这三个因素的内面，咱家己会使控制是倒一条？对，第三条嘛，就是讲你3剂你会使决定你要注不注，这是你会使控制，对不对？年纪你无法度控制啊，对不对？有共病，你敢会使甲控制，互伊较稳定安尼尔。但是要注射无注射，这是你会使决定的代志嘛。所以我毋知讲，甲即个预防针注好3档，注好完整，这就是咱会使去决定的代志吼。咱即摆回过头来，都搁来讲，咱要来避免即个死亡率吼。即摆种未来这段时间，咱要来降低60岁以上的人，咱来降低伊的重症，降低伊的死亡的即个可能性。其中一条就是讲，咱头仔讲过啊嘛吼。就是讲，咱顶礼拜开始，65岁以上，你若是快筛阳性，吼，你透过视讯，你透过你厝的亲戚啊、朋友去病院，吼，摕互医生看，我就会使判定你是吼确诊了后，我就甲你上传你的划船的编号，吼，政府甲你认定你确诊啦，阮就会使开帕斯洛比这个抗病毒药物互你，吼，60岁以上这就会使，吼，就会使开这个抗病毒药物互你食，65岁以上嘛，吼。所以安尼就会使避免重症甲死亡的这个状况，但是伊这个政策是咱顶礼拜才开始，吼，所以这个效果是安那？可能咱嘛是爱讲观察一段时间了后，甲前一段时间来比，可能才有法度比出讲，咱即摆这个会到这个帕斯洛比这个药变紧啊，效率变好啊，有降低重症甲死亡的人数无？吼，这咱后壁拢，这隔一段时间这数字出来，拢会使去做足侪统计甲研究。就知影讲，大概这个及时性的这个药物投入会使减少
偌侪人的重症还是死亡，这拢是看会出来。哦，安尼加问一个问题，因为陈建仁前副总统吼，伫伊的面册面顶吼有铺一个文章，讲要共存的这个时期吼，预防射、快筛加抗病毒药啊是3项，就是算讲发布啦。不过咱要保护咱幼囡仔甲老大人，除了预防射甲即马抗病毒药啊以外，敢有别种的步数会使搁较招稳甲因保护咧？即马吼，人幼囡仔来讲吼，即马看起来，因为你嘛知影5岁以下，即马嘛无预防射嘛也袂出来嘛吼，嘛无迄个抗病毒的药物，所以若幼囡仔来讲，即马会使甲因保护，我感觉就是2条啦。头一条就是讲，厝的甲因大的人，你幼囡仔袂使注意预防射，但是甲因大的人，你爱甲3剂注好满，安尼你嘛是会使间接来保护这幼囡仔吼。第二就是讲，幼囡仔即摆搁咧上课嘛，因为我感觉即摆上课当然是会互相的感染嘛，吼，是毋是即摆在流行，即摆较算讲在高原期的时阵，稍微停课一下，吼，稍停1礼拜啊，先莫上课，等甲即个流行，即个曲线较弱的时阵，咱再搁恢复，这嘛是会使考虑的代志啦，吼。老大人嘛是共款即个状况啦，吼，就是讲，第一就是讲你家己即摆搁会负嘛。伊即摆流行搁咧进行当中啊，而且咱嘛知影讲，即个 COVID-19， 大家拢讲早晚可能咱这一世人拢爱中100个啊，对不对？你既然若是早晚你拢会中100个时阵，你即摆早住晚住，即摆都已经当咧流行啊，你应该爱较紧去注你爱甲你的3档啊注好满啊，所以我感觉老大人第一就是你家己爱甲这预防射注好满，第二就是讲，当然即摆在流行的这时间内吼。你就是较莫出去甲人夹头，莫去甲陌生甲莫讲去聚餐啦，减少出去的这个卡掠安尼来避免你家己的风险嘛。但是你爱想哦，即摆流行啦，慢慢热的时阵，你早晚你嘛是爱出门咧。你若迄当阵出门，你嘛是阁有迄个风险较低，但是不代表无风险嘛，因为咱以后咱的社区。嘛是一定拢有病毒嘛，就敢若讲伊袂讲是有一天变甲0去啊嘛，迄风险是悬甲低的差别尔啦。即摆当在流行风险悬，所以你闪避嘛。风险低的时阵，你出去你嘛是有迄个风险，可能会去压着，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对即个长辈来讲吼，看起来嘛是预防射会使去做，较紧去做吼，即条是闪袂过的啦。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统计的资料吼，就是讲确诊死亡的病例吼，因的这个因素，咱来看，伫年岁来看吼，真正是亲像副院长所讲的，60岁以上的是占上侪的这个人数吼。过来，咱看慢性病，足侪糖尿病啦、心血筋的这个病，也是讲神经系统的病、着癌、腰子的病、中风、食的吼，拢是占较。大面拢是有慢性病，无慢性病才26个。不过咱即马来看一个数字，都是用注预防射来看吼。若是完全无注预防射的人，死亡病例是超过260个吼。不过咱来看，注3剂死亡的人，竟然有170个，这比注1档、2档加起来佫较济吼。咱来请教叶医师，即款的状况，敢会当理解着讲，咱若是注3档了后，经过久长的时间，你的这个保护力渐渐在降低的时阵，嘛是有缘会产生这个死亡的状况的。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因为大部分超过50%以上的人拢拍第3剂啊。是，所以这个人口的比例是上悬的。拍了第3剂，无代表你袂死去，佫有真少的比例会使死去，有可能会发生，对。所以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但是无拍预防射的人，即摆的人口敢若占10%到15%尔。但是遮少的比例的人，但是死去的人遮多。就是讲有缘是迄个母数的问题。对，这是一个母数甲数学的问题。就大部分的人拢拍过预防射，佫超过1半以上的人拢拍过3剂，所以遮的人是上多的。敢若0.1%的死亡率，或是就是少的这个比例，但是你的母数足大的时阵，你就会看到这个数字。是，好，咱来请教林医师。这看比率啦，袂使看数目啦。是，但咱想讲，注射这人1万个人，死170个，你无做的人
可能干100个尔，啊你死亡解，假使讲269个，啊你若无看死亡率，你干看绝对的数目，你安尼会误解啦。是，所以袂当看的啦。是，所以爱看死亡率，自杀这人死亡率可能足少，可能1%，可能1，吼，啊无做的人可能是5%，吼，啊，所以你一定爱看死亡率，唔通干看这数目，因为台湾大部分人拢自杀这，即码60几%，拢自杀这安尼。是，但是干差不多10%到20%，一针都无做的尔咧。哦，所以你有的人较早这条数，有的人较早误解。我讲，进前有人讲，哦，啊自杀这人死的比无做的较侪人，有的人较早安尼想啊，较早拄啊开始就有一个数目是安尼啊，所以袂使安尼算的啊，一定要算迄个比率，吼，袂使算迄个绝对的数目，吼，安尼才会准确啦。啊，若无大家误解讲我啊，注射注较侪针，等于死较侪。这我拖拖安尼心算小算一下啦吼，我甲恁算互恁听啦吼。你即马吼三剂拢做完，即马超1500万人啦。咱台湾2300万人嘛，1500万嘛吼，1500万分之170，就是100万分之0.1啦。哦，啊若无做完三剂吼，有800万人呐，就是讲无敢若做无做啊，做一剂做2剂超800万嘛吼，800万啊，死亡的413，所以你去算起来就是100万分之51啦，就是讲100万人吼，无完全去做三剂人，100万人有51个啦。哦，啊你若做完三剂吼是100万人超0.1个人而已啦。所以吼爱做要做的。要做三剂也无做啥，你去算，你就大概会使知影。是，咱继续来请教副院长吼，因为拄则林秘书有讲到，咱即马做的预防针大部分是针对较早的这个变异株因为安尼咱对抗 Omicron 的时阵，可能会无遐焦灼咱知影流行性感冒吼，逐当医生拢会去想讲今年可能是倒会食做倒一支的预防针，咱未来开发这个 Omicron 的预防针，敢就需要就是照这个方向去行。无啦，即马就是讲，因为政府即马有开放吼，65岁以上甲65岁以下免疫不全的人会使做第4剂嘛吼。当然即马就是讲，你第4剂去做，你基本上咱就保护这65岁以上，咱头讲嘅，咱即马就避免65岁以上就是咱即马接下来防疫上重要的嘛吼。这部分，所以65岁以上，你若会使做第4剂吼，你就去做，安尼上无吼来减少即个重症的机会，安尼啦吼。是。第二就是讲，即马看起来就是讲，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嘛讲嘛吼，因为即马无第2代疫苗出来嘛吼，因为你第2代疫苗若是讲针对 Omicron 的这特性，会使避免感染，也是安那。迄当阵，咱一般健康的人，咱可能再去做第4剂，有迄个需要。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就是讲3剂做好满，吼，对咱一般健康的人，吼，就是讲，吼，即个18到这65岁的人，健康的安尼应该是有够啦，吼，也是安尼即个状况。所以讲看起来，除非有新的疫苗出来，迄当阵可能咱是毋再去考虑做这第4剂啊，是安那，是看应该是。就我知，因为吼，咱讲实咱医学吼，咱咧约病毒尔，阮约袂到啦。病毒咧变，比咱医学咧进步较紧。是，所以咱即摆其实有第2代疫苗出来啊，是针对南非的即个病毒，迄个种做出一个疫苗出来。即摆咧临床试验，敢若试验还袂歹。是，但是还无针对 Omicron。哦，所以有当时咱。佮甲迄个针对南非即个病毒的即个种做出疫苗出来了其实已经流行的毋是南非即个病毒的即个种啊，已经是即摆是 Omicron。咱若有一天佮做出对 Omicron的疫苗出来，有可能佮流行的毋是 Omicron 嘛，是佮另外一种啊。所以是安怎迄个流行感冒的疫苗拢是有测的哦，伊会有测讲。今年可能会流行什么种的病毒，迄个种，伊讲可能是要流行这个种可能会流行，就去做疫苗。是。但是流行感冒的这个疫苗呢，已经做足久啊，所以咱要做较紧。吼。但是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苗呢，较慢啦。是。所以咱也无迄个
无迄个工厂啦、机器啦，讲做好诶，讲我因若啥物变啥物色，我马上做出来，就搁一个新的疫苗出来，无遐紧啦。特别因为目前这个疫苗呢，拢是叫做临时授权的，是，毋是真正诶迄个讲认为讲迄个药，比如讲咱的政府讲就是讲这是做好有效的疫苗，毋是安尼，所以有当时毋敢毋敢做出来，了马上就讲注对人身躯，有当时该做一个试验，啊，若要搁做一个试验，就搁了解做一个时间。啊，流行感冒无咧做，无搁做试验嘛？流行感冒的疫苗吼，若讲今年有切要流行啥物物件，伊就做即个疫苗出来，伊无搁做临床试验啊，直接就差不多开始搁做。伊就是讲过去大拢安尼咧做，已经即个过程伊个做完满啦，所以伊就无搁做啥物临床试验，伊就要讲啥物流行啥病毒的症，伊就开始今年就开始搁做啊，伊就无搁做一个临床试验搁出来啊。好，叶医师，照林医师所讲吼，其实顶世纪初期迄个西班牙的流感吼，互咱人类开始注意风险注100档，啊，看即马奥密克戎的发展，未来敢是会安尼咧？即马奥密克戎伊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伊拖甲足紧的，所以大部分的少年人在欧洲、在美国，其实拢感染过啊。所以因是拍两剂，是三剂以后，佫感染过奥密克戎。其实安尼的情形，其实是无需要佫做奥密克戎预防针，因为大部分的拢有免疫啊。是。佫有即马拄则咧林理事拄讲的，奥密克戎嘛分 BA1、BA2、BA3、BA4、BA5，所以即马咧做的临床试验嘛是 BA1啊尔。但是即马看的情形都是 BA4、BA5， 看起来对感染过 BA1 的人嘛是佫有会使佫去感染过 BA4 甲 BA5， 所以阮捉袂离，对，阮捉袂到这个病毒的速度，伊实在是足紧的。但是即马看起来情形是欧洲甲美国的数字是真正是确实是袂歹，就3剂甲自然感染啊，这个疫情都差不多都会降落去。哦，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综合来看，即摆对死亡的案例，专家是安尼看吼。咱看到前疾管局的局长苏奕仁吼，伊讲即摆死亡遐济原因吼，是因为为确诊摕到药仔的时间吼拖较长啦，因为安尼嘛有这个医疗量能不足的这个问题吼，即马快筛阳性都确诊，可能这礼拜都会专门来适用吼，可能会当甲这个确诊有症状摕到药仔吼，缩短时间伫1天内。另外嘛爱互重症高风险的族群吼，较紧来摕到药仔，1天到3天内底吼，就念伊到这个用药仔，就会互有7成到8成的机会吼，会减少重症的机会。中央病院的邱正顺医师讲吼，儿童这个染疫的问题吼，其实伊所建议的，就是政府应该鼓励儿童来注预防针啦。咱稍等下要请教林医师吼，这个预防针的数量甲注预防针的状况，过来台黄立民院长吼，就是讲应该爱互这个快筛阳性确诊适用的对象吼，为抵抗力较低慢性病族群系较扩大这咱念咪度的做吼符合住第4档预防针的老大人，都爱赶紧去做拄则叶医师所讲的，其实都是咱的何美香老师所讲的，就是讲你若注预防针注有胶层，过来若是加一个自然感染，这有一个综合的抵抗力。何美香老师讲，若是讲亲像副院长讲，大家人可能一生都爱得一摆吼，安尼得一摆了后，这个免疫力可能嘛是有较矫正。感谢你。一生爱得一摆，但是我嘛是爱吼真严肃讲吼，咱嘛是爱避免去感染哦。我唔是讲叫大家唔是这个意思，就是讲你嘛是爱尽全力避免被感染，这嘛是。卖主动去感染。当然袂使安尼啊，这是。一定爱避免嘛，是讲避免袂了只好就是爱面对安尼尔嘛吼。我是讲一生拢会得一摆，但是毋是讲叫大家绝对毋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你去得着，你是毋是迄0.3迄较衰去重症的人毋知影呢？这真歹讲啊！你年纪较衰嘛是有可能啊。所以我是感觉，咱嘛是爱讲好清楚，咱大家嘛是爱尽量避免被感染，但是真正。不幸感染到就坦然面对，是这个意思吼。另外我头
小爱更正一下，头拄咱讲的迄个有注完三剂甲无注完三剂吼，是有注完三剂的人吼，死亡是100万分之11啦，啊无注完的是100万分之51啦。51加11啦，100万分之11，100万分之51，没有打完完整3剂也是100万分之51，打完完整3剂是100万分之11，大概是差5倍左右啦，包括大家这个数字啊，头拄该更正一下，大概是这个数字安尼。是好，咱来请教林应仁医师吼，拄则讲到这个注预防针，即马伫第一线吼，注预防针的人敢有较济？啊，即马要注预防针敢有好处？其实注用起来有较济些，因为即摆吼有几个咧奖励嘛吼，比如讲你来注射，会当有奖金吼，啊，搁另外就是讲，你若有注满3剂，你搁讲互隔离，你会当讲用0+7的专案，毋免讲互伊先关7天吼，所以这是拢有一寡人，所以因为安尼，啊，搁另外一个有一寡公司。伊要求讲，你的员工，伊的员工爱注3剂，才会使来上班。是，吼，安尼避免讲伊若互隔离开迄阵，伊爱搁互关7天，所以足侪奖励措施吼，啊，甲一寡讲你若无注意安怎，所以足侪人有来，确实有来搁在来咧做啦吼。是，但是我嘛有听过足侪人毋做就是毋做的嘛有啦，伊就讲我就不爱出门啦，啊，其实伊敢可能拢无出门。哦，啊，伊就讲我就不爱出门，我就不爱做啦，啊，我惊。因为较早有一寡人注了吼，连伊安尼发烧、胃寒啦，有诶较早嘛有一寡死亡诶嘛，毋知啥物原因，所以有诶人惊讲这用啥做了，我毋知挡会调，挡袂调袂，迄做了，我身躯遮弱，有当时我已经足侪病啊，我搁甲做咧，我敢会转心脏病发作再翘去，所以有诶人毋敢做是安尼来啦。啊，咱即摆即个讲者，即个讲者，咱即摆要抗病毒诶即个药啊。即摆咧领愈来愈方便啊啦。较早咧，拄啊开始迄阵，咱有一个测试叫做讲，你爱互派案的医师才会使开，才有权利开。意思讲，即个卫生局有该派互你讲，你即个病人互你照顾，是，你才会有权利通开即个抗病毒的药出来。啊，佮讲，即个人一定爱快筛阳性，可以做 PCR， 较会使确诊啊。所以种种的测试。互遮个人咧，佮互伊食着抗病毒药，无哪作换。是。啊，即摆愈来愈方便啦，就讲你快筛阳性，会当变做讲确诊，啊，得当马上开出去。所以即摆要开这药较紧。是。啊，较紧也是对的，因为你这抗病毒的药啊，愈早用愈有效果，愈慢用愈无效果。所以你若要计快筛阳性，佮等 PCR 阳性较来用药，毋知过3、4天伊啊，佮剩迄个第4、5天啊，咱普通是5天来用咧用的呢。啊！你讲第4天用，甲第5天用，甲第1天用，第2天用有效果有差无？有差啊！当然是第1天用、第2天用较有效果啊。所以是安怎爱愈用愈方便较对啊！快筛阳性就马上用，较得对啊。佮讲即摆快筛阳性，差不多就拢 PCR 就阳性啊，就差不多拢较紧啊。啊！你佮讲迄高风险的人，敢会互你堪要互你等的？袂堪要等的啊！你愈等愈严重啊。所以你应该是愈早用，互伊快。会袂变做重症无，袂变做重症，看袂变做死亡无。安尼咱的死亡率重症率较会降低落来啊，先咧去带伊，啊，佮死亡啊。所以即摆一定爱，所以即个我讲即个苏益仁，伊讲的这无对嘛，伊讲一个愈较高风险的人，快筛阳性，你得马上爱用药啊，安尼毋则较袂重症甲死亡。哦，啊，即个咱的副总统，较早副总统陈建仁嘛是安尼认为啊。所以这种的措施一定政府得爱改，就是安尼嘛。所以是安怎？这礼拜可能会考虑讲，即摆快筛阳性就是做较紧啊。万一考虑讲，搁咧搁 PCR， 哦，啊，你若搁等咧到地，搁等遐几啊天，有个人甚至讲快筛阳性，我就不爱做 PCR， 啊，搁等咧，伊阵等死大处理。哦，安尼搁愈害。是。好，咱来请教副院长吼，你伫成功病院，即摆咱知影大病院即个量能主要是留互高险的族群甲咱的囡仔吼，所以即摆确诊的人是毋是应该都爱利用咱的健康疫苗的即个 app， 还是讲社区基层的即个医疗的量能去摕到抗病毒的药啊？是啊，我想吼，即摆来讲，即摆病院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讲。即个重症的人来到病院，咱一定爱甲伊收的好，甲伊医的好吼，避免伊的重症甲之后的死亡，这是咱大间病院上重要的任务嘛吼。啊，但是就是讲，即摆搁落来就是讲，若是讲
咱即礼拜开放全民，就是讲快筛阳，就是阳性的时阵吼，因为有一寡人伊就是伊无需要做 PCR 嘛，伊快筛阳，伊若在判定伊是阳性的时阵，啊有人甲通报，啊这就是表示政府认定你已经确诊啊，以后伊若是要申请，伊要请假，伊要保险，拢有即个权利都袂去丧失嘛吼。啊，但是若是要做即个代志的时候，我是讲呼吁指挥中心，就是讲应该是快筛阳。吼，要判定阳性的时阵，若是像韩国，伊的例就是讲上好啊是爱去医生迄个诊所遐，互医生搁看一下，甚至踮咧诊所来执行即个快筛啊确认，安尼再来通报吼，来避免有一寡人可能有道德风险的问题啦吼。啊，安尼嘛是较严谨的一个做法，会使互政府做参考。